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8，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警察专科学校是逼出纪律出问题。这是一个19岁学生中手休假，涉嫌食毒佮性交易，控抓到。佮互性交易业者强迫翕影片，甲影片传去警专学生的群组内底。警方即马已经介入调查，抓到7个嫌犯，移送法办。今天去开妹妹，然后抢妹妹的钱，还打妹妹啊，吸毒。一个19岁姓顾的警专生，去向强迫讲出伊开钱做性交易，还佫有食毒的代志，翕做影片，了后传去li警专生的群组。因为伊性交易了后，想要把钱偷摕转来，错去互对方发现，结果去互性交易的业者拍，这个警专生趁机会逃走。走去到街仔路，要是去互抓到，逼伊就爱翕自别的影片，而且甲伊讨7万2，了后甲伊带去桃园的孤山。警方接到线报抓人，甲7个嫌犯拢总逮捕到案。本分局于今17日凌晨5时许接获报案，称被害人与本辖永和路一段遭5名男子殴打，并拘束人身自由。经调查，系因性交易纠纷所引起。本案已报请新北地检指挥。目前依妨碍自由、伤害等案，共拘提7名犯嫌到案。针对这个案件，警专回应讲会配合调查，若这个学生无顾学校的规范，甲团队的业务行为有偏差，会照校规改处上当，开除学籍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咱来关心发生伫新竹虎林国中头前的车祸，涉嫌食毒赛车的驾驶是去弄到在一个囡仔下课的阿公阿嬷，这场车祸造成1个人死亡，6个人受伤。检方问话了后，即马是依照过失伤害等罪嫌，甲一个姓平的驾驶认为讲伊有可能会逃亡窜口径，申请羁押。因为法院嘛已经是裁定收押，不过并无禁见。经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刑法使用毒品驾驶公共交通工具致人于死罪，以及刑法之过失伤害等罪嫌重大，并认为有逃亡及串证之余，依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我希望可以重判，因为我妈妈的生命跟小孩这样子突然就人生就没了。警察那边好像有说他有想逃避，说好像什么意识不清什么。死者家属是批评嫌犯想要推杀责任，希望司法会当判重刑。另外，受重伤一个5岁查甫囡仔，伊将一器官受损害，经过病院抢救，目前暂时是无生命危险。因为姓平驾驶面对媒体提问，伊是拢无做出回应。检方即马是认定讲，伊毋但涉嫌过失伤害，佮若亲像有食毒赛车，嘛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因为法院已经裁定收押，也毋过并无禁见。镜头来去台中东区的新明街市场，昨昏晚到11点左右，路边一丛乌帮树倒去，去逮到一个民众，甲2台奥多麦，加在是人是受轻伤。市府即马是判断讲，有可能是因为树根烂去，而且最近落雨，这土木较松软，才会致使树头徛袂在。外面内底关拢落的橡皮树，向起，平伫个车路这边的铁片。了后，就一个手规个倒去。14早起11点外，台中市东区新民街的菜市仔发生路边树仔倒去的事件。迄当阵来买菜的人真侪，加在迄当阵树仔拢着铁片有发出声音，大家有警觉到。落尾手干那一个61岁姓王的查甫人去互逮着，这边的手骨甲骹腿小可去找着，又叫互车送病院。一开始听到那个他先压到那个铁皮啊，然后铁皮发出很大的声响啊，有一个被送上救护车啊。本所立即派遣线上民警前往现场协助指挥交通及救护伤患，其中民众受伤送医，另有2台机车加压损伤。这丛倒去的树仔是伫历史建筑新民街仓库的边仔，这个所在去年由代替关乎台中市。目前文化局正在做文化资产修复工程规划设计，嘛有外包园的业者来整理这个树仔，不过也是发生倒去的意外。市府研判，这树根内底已经有含梢，加上最近落大雨，土木较松软全咧倒去。另外，还佫去逮着2台奥多麦，附近的番落其他的树仔嘛有倒去的风险。旧塘的老树啊，迄拢日本时代到即马100年啊，对无？所以就有可能拢会倒落来。现场立即拉起封锁线，并设置警戒标志，安排保全人员加强巡视，
并且联系专家全面检视该区行道树状况。文化局呼吁民众暂时不要靠近，以免类似意外再发生。事后文化局有去病院探视这个姓王的民众，嘛有发慰问金。这个民众空喙包起来了后，已经出院。目前倒去的树仔已经刷走，现场嘛有救防锁线，请保全人员加强巡逻。后续会请树仔的专家来检查这个树仔的健健康的情形，呼吁民众暂时莫挖过，确保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同齐关心天气，今年第14号的金度风台波涛松，目前是通过琉球行向中国的浙江。也毋过，即马阁有另外一个伫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有增强做风台趋势。也毋过，对咱台湾的天气并无直接的影响。咱来看分图。受波涛松风台外围水汽的影响，今仔日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外岛的马祖，拢不时会有地降雨。也伫新竹以南、澎湖、金门，今仔日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也毋过，是细致过到了后，有可能会有雷阵雨。温度这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今仔日云较高，高温大约是30度至32度。也若其他的所在，今仔日的高温是33度至34度，会比昨昏较袂遐热。今年的中秋拄好拄着大粒的超级月娘和土星合月，除了伫台北的天文馆有直播，会当咧陪民众过中秋。伫香港的维多利亚港遮，嘛因为有超级月娘，有办活动，有上千只无人机。千外只无人机，互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天顶是光亮亮。即个用月兔甲月饼的形体，要来庆祝中秋节。有超级月娘伴景，民众是拢看甲真欢喜。传统的节庆求新求变，中国动物园内底大猩猩甲鸟形，嘛有客制化月饼甲澎湃食食。今年中秋拄好是超级月娘甲土星合月，两个天文现象同一个时间出现。故是用目睭看都已经真大粒嘛真圆。台北天文馆透过专业的条件，直播中秋的月娘甲土星，因为今年看到特别闪人目。至于土星合月。又要发生在中秋节，然后月球还要这么大的，然后土星要离这么近的，这世纪就只有这一次了。中秋要顺利看到月娘，嘛要有好的运气。所来天气方面，要注意为今仔日开始一直到后礼拜一，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各地天气是更较无稳定。包括像是在桃园以北、东半部恒春半岛，可能雨势上就会开始变比较明显一点点。今年中秋节不是连续假期，各地车流要算顺，也若省道的部分。苏花公路和平到中德路段，昨日因为落雨捌警戒，不过因为天气转好，依次正常通车。根据公路局统计，到17下晡为止，花莲往宜兰的方向累计车流量是2616台。逆行时间的方面，中德到苏澳经台九线苏花界上北，差不多是77分钟。记者综合报道。中秋团圆，大家做伙食月饼、爬油啊、烘肉，也毋过嘛爱有准则，因为有民众食两斤数食伤济，食到腹肚疼，直直吐去医生看。嘛有民众是烘肉的时，甲鸡蛋羹的食材、青的时个拢揽做伙，食歹腹肚。中秋节，不少民众会收到月饼，也是两斤数黄黄的糕饼，带着甜甜的香气，互人流嘴烂。但若要食，一定爱站节。台南一个50几岁的男性，因为食大量的两斤数，常常开始腹肚疼、骨吐，送医检查，三酸甘油酯浓度压到800，红诊断是急性腰鞘炎大病院。摄食过量的话，是有可能会造成肠胃不适。那尤其是有些本来就有高血糖或者是高血脂，摄食过量的话。一般三酸甘油酯只要飙破500以上，甚至到达1000，就很有可能会造成急性胰脏炎。月饼、两斤数顶糕仔拢是高油、高糖甲高热量食品，医师建议一天袂使食超过2粒。高血压也是糖尿病患者更加爱注意食的量。毋拿月饼已经变做中秋活动的烘肉，嘛爱细意。台中一个民众15起烘肉，想要到食煞半暝煞，严重下腹肚上病院。20几岁的女性啊，因为隔夜的食物不干净，再加上烤肉的一些食材生热部分啊、生熟的部分交杂，所以造成了一些腹部疼痛、胃发炎状况，跟在马桶上面拉肚子拉的一整个小时都起不来。实在经过炭火高温烘过，芳讲讲，但医师嘛提醒，烘肉的时阵，青甲色的物件
也一定要分开处理，以免青色的微生物交叉污染到色的物件顶悬，造成急性胃肠炎等健康问题，拍歹过节的心情。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台中报道。昨昏旧历8月半，毋但是中秋，嘛是元老的生日。台北的下海城隍庙为着替元老祝寿，真侪信众有专工去拜拜，领因缘饼。阁有一本乌囡仔话来艺典，专工来献艺互元老。旧历8月15中秋是一家会团圆的节日啦，嘛是元老圣诞的日子。17有济要求好姻缘的民众来到台北下海城隍庙参加元老祝寿的仪式，食喜糖领姻缘饼。线上抽签的那个网站，然后他就寄批给我讲，今日有这个活动，基本上吹点喝饮完呢。妈妈跟我们说中秋节是月老生日，然后没有一个有男朋友女朋友，所以就让我们来拜。摕到姻缘饼的民众拢真欢喜，日头正炎，也是有各地民众专工来拜拜求红线，也是行关。另外中秋即天，阁有日本 Okinawa 的西丁和太鼓队来到下海城隍庙献艺祝寿。西洋伫庙埕练来练去，不止啊活泼，现场的民众是看甲真欢喜。台北下海城隍庙表示，各过一2个月，特别将元老请到 Okinawa 交流，所以 Okinawa 的艺人就趁元老圣诞节日来表演电竞。除了疫情的时阵，咱每一年拢有去甲这 Okinawa 啊，去遐毋是拿新名去，啊，阁有教因讲台语啦，啊，做台湾菜啦，还是讲做一寡台湾的 DIY 啦，吼，啊，就是讲咱家己的故事，讲咱家己的文化，啊嘛，元老亲像毋哪看姻缘，嘛是看咱两个所在的文化，甲看起来安尼啦。庙方表示，元老是关各种缘分的神明，希望透过祝寿仪式分姻缘饼，互民众无论是姻缘人缘拢通顺顺利利，嘛毋望台湾透过民俗文化交流，通和世界结好缘。记者卢尚如、郑准由台北报道。含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根据警方统计，2023年到今，掠到大麻的总量，逐年拢在增加1吨左右。也毋过掠到食毒、卖毒的人数，逐年嘛干那600人至700人尔，看起来是真无合理。等于是也未掠到乌数，而且乌数有真济。高检署伫今年3月份和9月份，拢有实施2届的专案，希望要扩大掠出乌数，解决食毒赛车、地下经济纠纷这问题。来看中国时报，翡翠水库是大台北地区民生用水真重要的来源。台北市翡翠水库管理局捌对外表示，原水的利用率拢有90%以上。也毋过监察院经过调查，认定实际上提供民生用水的比例，其实敢若占30%，也扣掉下水运转操作等等原因，逐年大约有5亿吨的水流去大海。所以监察院即马提案纠正水利署，翡翠水库管理局是表示，会配合中央的调度，提升利用率。来看联合报，中信金控想要买新光金控，金管会已经提出4大理由，无同意。无到24点钟，中信金控昨昏阁对外表示，因会针对金管会裁定的内容赶紧修改，依照金管会的要求定出新的计划，而且伫这个拜五要送因的董事会。针对中信金控阁出报，金管会并无回应。来看这站买卖，这是中信金控想要去买新光金控，金管会已经宣布，因为计划无够周全，所以这个案暂时未讨论，等于是无同意。也若台新金控想要买新光金控，敢会当顺利？即马就爱看10月7号股东临时会，即马股东看下股东敢有同意？有人风声讲，即马有人在收股东的委托书，一张已经化价化到500。金管会昨日暗时临时召开记者会，提出4点理由，包含整并规划无完整、涉股处理无具体执行内容。另外，对被投资事业寿险公司主公司财务状况掌握不足，也有中信金公开收购以换股附加现金，对双方股东权益保障不足。因安尼暂时唔讨论中信金非合意并购新光金。我们觉得在程序面上面，还有在股东的权益上面，我们都还是希望说，如果你是非合意并购的话，
必须是以现金为主。对此，中信金声明讲，主管机关对新增的投资案暂时唔讨论是真违宪，尊重主管机关的决议。台新金是表示感谢主管机关依护金融市场的特殊。以昨仔台新金收盘价做基础计算，台新金出价已经超过中信金的计数，呼吁且双方公司的股东支持合并案。新光金控声明讲，合并案以稳定发展排第一，一切依法规，并且对各方利害关系人的权益，稍后会继续依法办理。不过，新光金控小股东伫社群网站新光金小股东自救会发声，认为主管机关否决中信金并新光金，无代表股东爱接受台新金并新光金，呼吁小股东爱团结，先将主导权摕回来，才也互台新金并新光金有变数。台新金甲新光金10月初9要分别召开股东理事会，关系到合并的成败，委托书大战也开战。委托书不可以架构，这是违法行为。那其实像我们集保，我们早就交代他。这两家公司委托书的过程中，要完全去执行查核动作。那10月初9股东理事会无通过台新金并新光金，中信金敢会当去送件？金管会强调，无论中信金敢有并购的计划，或者是准备有好势无，主管机关立场鼓励金融机构良性的并购，尊重市场的特殊。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总统赖清德上任已经满120天，经过一份上新的民调，针对总统处理咱国家的大代志的方式，认同的人有4%6，无认同的是3%8。这个数字和今年5月份就这个时比起来，等于是民调讲赖总统上任了后有失去250万人的支持。知道什么水果会预言吗？小美想不出来。小明说，答案是柚子，因为预言柚子。哈哈哈，我知道不好笑。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拄着中秋节，总统赖清德伫社群平台打出轻松的底片来祝福国民。原来赖总统上任到打满120天，经过台湾民意基金会上新的民调，赖总统声望的部分，赞同伊处理国家大事方式的有46.6%，无赞同的有38.5%，甲5月份就一时相比，赞同的减少11.4%，无赞同的是增加13%。基金会董事长尤英良分析讲，赖总统上任8日以来，增加13个百分点，等于250万名无支持的人。赖清德上任100日，施政毫无头绪，内外不断的引战，声望大跌。赖清德真的穷的只剩下铁杆深绿的支持者。上任才短短4个月的时间，很多施政可能还无法让全国人民都有感，这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未来会用施政成绩单争取国人的认同。针对处理两岸关系，46%的民众满意赖总统的表现，40.7%是无满意。尤英良认为讲，显示赖总统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是得到多数国人的肯定。政治学者指出，赖总统两岸政策是依持同款的方向，这个议题支持甲反对的人变化无大。原来支持率的方面是已经过蜜月期。国家元首就任了以后，都会有一个我们所谓的政治学上所谓的蜜月期，声望也好，支持度也好，相对会比较高峰。6个百分点就表示说，他在过去的100日，群众对他基本上是肯定的啊，但是也并没有更高度的支持，当然也没有对他有特别大的反对。学者表示，以赖清德当选得票率40%做基准，目前是属于正常范围的支持率。那未来民调支持率继续下降3个百分点以上的时，这就是赖政府的警讯。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宣布上新对台军售案，包括战机的备用零件和技术来斗3工，说金额差不多是新台币72亿。这嘛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6届，而且是今年第5届对台军售。咱总统府有向美国表示感谢，嘛感谢美国加强台美的关系，共同来守护台海的和平。另外，美军的高层阁提出警告，讲即马中国军演是愈舞愈大场，而且愈做愈有路，笑想要封锁咱台湾。美国宣布上新一波对台湾的军售，金额2.28亿的美金，大约是新台币72.6亿。针对卖台湾战机所需要的备用零件、甲技术支援案，正做拜登政府今年第5届对台湾军售。
进行了智慧国会的一个程序，那么渴望在1个月后会正式生效。美方这次同意供售的航材零附件修理回运，有助于维持我空军各型机战备以及妥善。咱国防部指出，这届军售案会当协助维持各型战机讨胜率。毕竟中国继续进行常态化无乌地带的侵扰，表着咱海空域的训练空间甲反应时间。16几天，又阁有8架次的中国军机、7架次的中国军舰，甲2架中国公务船出现伫台海的四边。现在这个攻击的这个扰台的这个次数会增加这个机队的这个出行的时数跟它的消耗，维持这个机队的整个这个健康跟那个它的这个妥善率的正常。军事专家解说讲，伫中国军机舰侵扰台湾频率增加之下，咱空军一定要定定伫空中执行巡逻监控的任务。连带互战机零件附件甲航材的消耗量大增加，这个军售会当维持机队的健康。另外，美军高层示警讲，中国军演是愈来愈大型精密，这是想要封锁台湾。China is moving toward larger and more sophisticated exercises, generally oriented on an invasion or blockade of Taiwan. I am not saying war in the Pacific is imminent or inevitable, but I am saying that the likelihood is increasing. 也那进前北京香山论坛期间，美中两国国防部让8个月进行第18届工作会面，重点是伫台海、南海的议题。美国关心中国伫台海的威胁行为，并且表示希望甲主管台海事务的东部战区领导人直接对话，不过目前并无具体安排。记者综合报道。小连续一直拢有中国人驶手轮船偷渡来咱台湾，虽讲人拢有了着，不过也是引起国安的疑虑。海委会即马是强调讲，海巡并无疏失，目前海巡有在整合环岛的监视系统，而且嘛要设立无人机，要加强沿海的国防。中国一个姓王的查甫人对中国偷渡到新北市南口防掠，互法院声称羁押禁见准啊，佫一摆引起海防和国安的疑虑的讨论。海委会主委邝碧玲嘛，佫一摆伫面册发文，重申海巡无人为的疏失，嘛强调讲海巡毋是啥物都无做。计划内含建制及整合环岛智慧型岸际监控系统、红外线热显像系统及港区监视系统等3大系统，强化小型目标及远距离侦收效能。海巡署已经计划当年来强化海防的能量，对中国籍的偷渡犯的人数统计。对民国97年73案115个人是渐渐减少，到113年9月15，敢若5案5个人。这17年来加起来是321案475个人。这摆偷渡的手轮船伤过细，无法度减轻细目标的问题，海巡署嘛开始来改进。可以把海面上成千上万的这种杂讯全部收进来，后面运算硬体加速，就可以从这些杂讯里面去过滤，有哪些杂讯是固定在A坐标，慢慢的到 B 坐标，这当然就是要新雷达才有办法做得到。雷达的建制顶悬，海巡署强调讲，已经对第3代的雷达建设几个示范点，根据使用的经验来做好功能的分析。其实管主委这样讲是对的啦，因为海巡你还是要立体化，现在都还是做所谓的单平面雷达的搜索嘛，无人机空拍的这种能力，海巡署它也有必要做这件事情。其实陆地上就可以发射了，无人机到海上把讯号传给舰载机去看，这样就好了。关碧玲强调讲，对无人机的计划已经指示海巡署提案来争取115年度全面建制的中长期计划。嘛强调讲，国家海防确实是需要大幅提升。目前已经审了海空一体跟随海巡的政策方针的大纲表，希望进一步到位，强化海防的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中国和菲律宾拢坚持拥护南海先宾岛的主权。那菲律宾呢有派船伫遐，不过因为中国阻挡菲律宾的海警船受补给，即马无粮食，无奈何菲律宾伫拜6时已经撤离。虽讲菲律宾讲因会阁另外派船只过去，不过即马迄片海域已经互中国封锁。9月14号14时许。非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宾礁西湖。
中国的官方媒体报道讲，一直留伫南沙群岛仙宾岛的菲律宾海警船14时主动撤离，迄当阵阁互发现讲船体有破空爆过的痕。菲律宾迄边发声明讲，菲律宾海警船经过5个月海上的航行，克服一大堆困难，完成使命。但是受到中方的船只阻挡粮食的运补，船员已经连续几礼拜敢来当食糜来之后，必须要登去母港接受医疗照顾，而且维修船只。媒体嘛翕到迄当阵有4个船员技术身体真喜红光落船就医。菲律宾海警船8日开记者会强调讲，退回船只毋是导航，会较紧派其他船只去驻守。We have not lost anything. We can still patrol and maintain our presence, Kodasho. So there's no difficulty that you are saying since Chinese will be there. Kodasho, for the Philippine Coast Guard can deploy our vessels anytime we'd like within the vicinity of Kodasho. 菲律宾、中国和台湾拢讲有仙宾岛的主权。今年4月，菲律宾指控中国伫仙宾岛屯海造地打造人工岛，所以因派出海警巡逻舰部署伫当地，打算用船只靠搭伫仁爱岛的方式，同款安尼做，固守仙宾岛。但中方无想要封闭落去，嘛派出海警船实施围观管控，双方才一摆发生小的冲突，拢甲责任撒给对方。仙宾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不是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目前伫菲国的船只撤离了后，中国讲是依法伫南海继续维权执法的活动，而且希望菲国维护进程和东协签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但是却拒绝接受2016年南海仲裁案认定。中国对南海无享有高大上历史权利的裁定。美国方面是声援菲律宾，讲是若菲国的船只军队飞行基地太平洋包括南海受到攻击，会帮助保卫菲律宾。分析认为讲南海主权的争端是歹化解，恐惊嘛是变作各方利益冲突继续角力的场域。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来关心黎巴嫩和叙利亚部分所在17下晡同一个时间是发生上百机的呼叫器，也就是咱台湾咧讲的 BB 扣熊熊爆炸。目前已经知影上报有造成9个人死亡，2750个人受伤，内底共有200人的伤势较严重。黎巴嫩是指控讲，这是以色列的变怪，以色列做的，嘛讲因一定会报复。这个查甫人伫背路着一间超市买物件，煞熊熊风蹦一个砖倒伫涂骹。差不多同一个时间，黎巴嫩甲叙利亚部分地区嘛发生几百件类似的事件，造成重大伤亡。真侪间病院人熊熊是填满满，救护车伫4个街路要去救人。真主党国会议员艾玛因后生嘛是死者之一。جديد على لبنان وسيكون للمقاومة الرد المناسب في الوقت المناسب إن شاء الله。救护人员讲，受伤的人大部分是腰、面、手甲目睭受伤，有的人手指头啊炸掉，有的人是规个手底啊拢无去。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有一个火药的专家讲，在呼叫器内底可能有甲20公克军用顶级的炸药。一个真主党无签名的官员讲，因的领导人捌经过组织内部，唔通用手机啊，避免去互以色列追踪。想袂到，即个是摆伫呼叫器，这嘛是双方冲突最近1年来上大安全的闹棚。The Iranian ambassador was also likely wounded. Now, this incident comes at a time of heightened tensions between Lebanon and Israel, as Hezbollah and Israeli forces have been clashing near daily for over 11 months. 根据黎巴嫩安全官员甲一个真主党官员的讲法，呼叫器的温度会升欠悬，所来伫无共所在、无共人的分数顶同一个时间爆炸。呼叫器是使用锂电池。真主党的官员讲，这爆炸的装置是以色列的安全行动造成的。这个官员并无提出证据，不过以色列伫特后进行精密行动的历史已经真久。这个事件显示是因长期核心战略规划的。专家表示，可能透过渗透供应链，伫呼叫器烧去黎巴嫩进前就有安炸药。伫这个爆炸案件发生的前几个点钟，以色列内部的安全官员讲，已经互真主党想要用远端引爆装置，害一个以色列前高级安全官员的一个行动失败。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继续关心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伫选球场，那亲像是搁拄着暗杀，嫌犯即马已经互抓着。因为川普是讲，伊迄天有听到5声枪声，随后就互特勤局保护离开。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10日伫社群媒体 X 接受网络红人三马丁访谈的直播，后一摆讲到特勤局的干员伫个选球场来到一个野枪的嫌犯的代志。All of a sudden, we heard shots being fired in the air, and I guess probably 4 or 5.
and it sounded like bullets, but what do I know about that? But Secret Service knew immediately it was bullets. And they grabbed me. 特勤局代理局长罗伟16日记者会指出，这个嫌犯赖文老师伫现场埋伏要12点钟，事当时伊人离川普一阵人有274至457公尺远，我都真清楚看到川普，嘛无开枪。老师迄天穿犯人衫，出现伫佛州西藏里滩联邦法院，去互检方以违反2项联邦枪击法的行为来拘捕。案件发生了后，老师驶一台乌色尼桑汽车离开现场。加在有一个目击者，甲伊的车牌号码翕起来，警方才有法度掌握这个嫌犯的行踪。40分钟了后，伫95号州际公路甲伊抓起来。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范苏16日伫乔治亚州亚特兰大一场保守派团体募款的餐会发表演说，伊讲川普2届拄到暗杀的事件，是因为左派激烈的言论。Big difference between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is that no one has tried to kill Kamala Harris in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and 2 people now have tried to kill Donald Trump in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I'd say that's pretty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left needs to tone down the rhetoric and needs to cut this crap out. 范苏讲到民主党讲川普是法西斯的主义者，嘛是民主的威胁者的话，会互某一个社会就是讲这是真的来采取行动。川普的支持者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伫 X 平台抛文讲，竟然无人想要暗杀拜登甲贺锦丽。这个抛文是引起各界批评，伊有随位网络顶摕落来，不过伫摕落来进前，看过的人已经有甲3470万人次，而且有超过15万人持假伊。另外一方面，川普伫大选辩论的时阵讲，有移民会食猫肉甲狗肉才会喊乖乖的言论了后，伫俄亥俄州海地移民聚集的春登市，甲科罗拉多州委瑞瑞拉移民聚集的厄罗拉市，怨愤甲紧张的气氛是愈来愈悬。俄州州长特怀恩16日讲，最近已经接到33件炸弹的威胁，不过全部拢是假消息，有的抑阁是为外国来的，不过伊并无讲是倒一个国家。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韩国深圳电子伫印度东南部的工厂，员工的薪水和南韩国内是差别20倍，所以这个所在的劳工伫这个月初9开始罢工，因是要求爱加薪水。也若伫拜1的时，伊嘛有上街头抗议，结果有100多人互抓去。当地工会即马是放调讲，公司若是无生意，因就要绝食抗议，要扩大罢工的规模。16号警方抓起来的104名员工，来自印度坦米尔纳都邦首府清南的三星家电工厂。虽讲警方伫16看完已经把大部分的人放出来，不过大力挺即届罢工的工会团体讲，除非三星提出协商的诚意，若无排除用绝食等等更较激烈的手段发动抗争。If this continues, then we have to take further serious decisions in support of Samsung, like boycott of food and other things. And then, if it continues, it may lead to strike situation itself in other companies also. 南韩伫印度坦米尔纳都邦首府清南的电子工厂，对9月初9开始罢工，要求三星会当加薪、调整工作时间。并且承认由印度工会中心所支持的工会，不过这寡条件拢得不到三星公司正面的回复，因此16发动示威。不过活动进前无得到批准，因安尼警方动手抓人。也若当初印度三星工厂的劳工会决定罢工，上主要就是薪水甲南韩的员工相差将近20倍。தொழிற்சங்க பழிவாங்கல் நடவடிக்கைகளை கைவிடுவது என்பதெல்லாம் எங்களுடைய கோரிக்கை. எனவே அரசியல் தலையிட வேண்டும் என்று நாங்கள் கேட்டுக்கொள்ள விரும்புகிறோம். 这间罢工的三星家电工厂员工大约1800人，超过1000人都已经加入罢工。这间工厂主要负责生产冰箱、电视甲洗衫机，产值占三星伫印度年产值120亿美金的1/3。印度莫迪政府原本设定讲，要甲伫印度生产的电子产品产值伫6年内达到5000亿的美金，大力扫印度制造的政策，用俗价劳工条件去引外国企业来设厂。不过，这届罢工风波已经对这项政策产生负面的冲击。三星已经计划裁退外国工厂劳力达到30%，其中就包含印度厂。公司新闻纪元庆编译。
人口老化造成即马真侪国家拢有欠劳工的问题。日本和南韩这两党就正拍拼，在想办法要招一寡海外移工，亲像越南的移工。面对国际上拢在抢劳工，咱台湾是要安怎保持优势，增加劳动力，嘛是咱政府未来政策的重点。后来抓桥军一排4-5层楼悬的楼仔厝，每间几步就是一间人力中人。对扛棒边的国旗，会当看出所出国上济的，毋是台湾，就是日本甲韩国。越南政府1999年开始所出劳力到东亚国家，原底台湾一直是越南劳工的第一选择。不过，这个优势2016年开始产生变化。Trước đây thì số lượng thực tập sinh cũng như là kỹ sư và du học tại Việt Nam sang Nhật Bản thì chưa nhiều. Nhưng từ những năm 2016 trở lại đây thì số lượng thực tập sinh rồi du học và kỹ sư tại Việt Nam sang Nhật Bản rất nhiều. 日本国会6月份都通过育成就业的法案，予有技能水准到标准的移工，工作1-2年了后，会当自由换头家，佮会当无限期延续签证，予真侪越南劳工充满期待。 Đơn hàng của em là sẽ được 3 năm, nhưng mà em cũng rất là mong muốn sau 3 năm thì em sẽ được trở lại đất nước Nhật Bản xinh đẹp để có một thu nhập ổn định hơn, kinh tế ổn định hơn. 除了日本，附近的韩国同款也要抢劳工。为了应对农业欠工的问题，韩国政府今年增加开放予留学生家属6个月短期工作签证，加上韩国的薪水较悬，真侪越南中人拢讲。 愈来愈侪人想要去韩国做工，不过针对多数想要赶紧出国的越南劳工来讲，台湾也是有吸引力。因为韩国1年他们才考试一次嘛，日本的话他们就会要训练比较久，6个月，4到6个月才能去。台湾的话就比较快，1到2个月就可以入境了。即马各国渐渐在抢劳工，劳动力够。 才会当确保经济发展。不过，要甲劳工留落来，台湾就要打造出更较友善的劳动条件甲环境。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金正恩伫顶一日伫北韩的国庆的时，有讲伊要加强核武，佮头届公布金正恩去视察浓缩铀的设施在相片。 咱北韩顶礼拜4也发射1粒低程的弹道飞弹，今仔日佮向朝鲜半岛的东部发射飞弹，南韩和日本拢有侦测到。日本佮讲有2粒飞弹落入去大海。来看罗西亚总统普廷16签署总统令，一甲罗西亚军队佮扩大编制，被扩编18万人。目前因的规模已经达到要将近240万人，其中现役的部队已经有150万人，这是超过美国和印度，这嘛是罗西亚自2024年2月拍乌克兰以来第3届扩大兵力。来看欧洲的中部真侪国家，顶礼拜5因为落大水雨咧做大水，奥地利佮通报讲因新增加1个人死亡，波兰嘛增加2个人死亡。这场天灾伫中欧已经造成21个人死亡，伊若伫捷克大约有6万户失电，有500人防撤离。镜头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台北有一个驾驶驶经过上山区的路口，警察是甲讲伊无让过路人，所以甲开罚单。也毋过，这个驾驶坚持伊都无看到人，所以伊提起申诉。也那交通部即马是拍算要设过路人的优先区，伫这个规定的区域内底，限速敢若会使驶20公里，而且袂使骑喇叭。按算10月份的时要开始实施。市顶起步道越弯过路口后一秒，警察忽然间过来处理。啊？对，他离超近这么近呢。驾驶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和警察开始弯，说同款是只红单，违规的行为是无停让行人。亲眼目睹白色自小客车距离行进中行人3公尺内，如认为有未违规行事，可依规定申诉。代志发生伫台北市的松山区，驾驶还讲伊会当看到的范围内面无人，但是警方出示监视器讲开发有依据。即马驾驶已经提出申诉，要等裁决所来厘清谁对谁唔对，但是路口无要停让，一直是伫国内定方提出来批评的交通乱象。
两台汽车拢小连续抢紧抢要先行，几工前嘛有公车无停让。根据警方的数据，一寡有情色科技集团的路口造成的事故，今年前半年共款嘛是有3600多件。要改善道安，即马交通部嘛提出新规定，就是会配我们的行人设施条例，就是要地方政府他们可以去划设这个行人优先区范围内，就是有不能够就是记名喇叭跟要减速慢行的这样子的要求。那在白字配图都是新增加的行人优先区的标志。未来只要有看到伫规定的区域内面，毋若伫必要的时阵爱停车等行人，对起点到终点车速嘛袂当超过20公里，搁较禁止饲喇叭。另外，中央嘛授权地方会当家己来规划设置路段。对驾驶人是比较，他觉得会比较慢嘛，但是我觉得是 OK。你只要在一般的小道路，日本的车子都是开很慢。要看路段吧，如果有的路段应该不太方便。如果这样的话，如果说又是那种上下班时间的话，应该会挺塞的吧。这个新规定，官方暗算伫10月开始做，民众要注意讲，涉及一般的超速，上悬会当罚2400；若是严重超速，金额上悬会当罚到36000。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即马厝价物价直直起，真侪少年家是袂堪得。首都台北市人口是直头流失，因为根据统计，到一个月月底，台北市的人口有可能就爆破250万人。即马有卖厝的业者就表示讲，因为即马的交通愈来愈利便，真侪人选择住新北，无就是桃园，逐工通车去台北上班。都会区真便利，不过高厝价、高物价，互真侪少年人有口讲袂出来。台北市当面临人口流失的社会难题。我有听说一些人是会买在林口，每天通勤就要花比较多时间。其实不是说想要买蛋白区，是因为买不起蛋黄区。可能一餐都要100多都要吧，那可能比较贵的，可能聚餐到300-400。如果想要家里大点的话，我是觉得花点时间是可以啦。这是来回总共1个小时，我是觉得还 OK 啦。民众坦白讲，无论是买厝或者是税厝，精华区的厝价拢互人袂堪得，甘愿用时间换空间，换更较好的生活居住品质，加上捷运系统真方便。真侪民众选择住伫厝价较低的新北、桃园，才可透过通勤到台北市做头路。可以看得到蛋白区，比如说新北、桃园、基隆的这些区域，提供了房价相对比较低，而且比较好的选择。那这也促使很多的北市市民他往外去做移动，因为整个大众运输系统的便利，所以加速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根据统计，台北市去年12月份人口数有回升到2511886人，今年1月份又搁降到2511291人，所落来逐个月拢减。上新的一届是8月份的人口数2502093人。若准按照最近半年外减少的程度来看，台北市总人口数上近9月底或者是10月份就降到250万人以下。市长有指示说，比如说针对我们的青年的住宅，那我们怎么样实际减轻年轻人居住在台北市的这个房价的负担？台北市府副发言人李正宪表示，市府长期追踪关注，定期每3个月找外部的专家学者，召开人口对策委员会，研究因应的对策。最近会召开上新一届的会议，按算伫已经有的陆生、助养、好大等政策成果之上，也探讨优先市件的日常，还有老人相关措施等议题。记者综合报道。若是咱国内旅游，倒位啊上界热门。今年顶半年台湾景点排名前10名，第1名是伫台南的安平。这是因为年初这个所在有办灯会，顶半年的观光人数超过1000万。老街人丁可可，未少民众趁中秋假期出来行踏，因为今年台湾灯会，台南安平国宝甲老街附近，1月至6月观光总人数有1000万，加做顶半年10大受欢迎的景点的头名。台南就是一个非常美食的地方，然后也很多玩乐小吃，会让我们大小朋友都非常喜欢。你真啊行去老街，人家都红线的。10大景点除了安平、鹿港老街、文化路夜市啊，中了老街溪烟花的步道，甲嘉义过义新活村，拢是今年新的列入去统计的景点。去年有排伫前10名的，敢若剩北港朝天宫、甲武德宫，名单会当讲是大洗牌。很多地方都是真的改变很多啊，就景点也变多了。高雄埔子甲爱河因为维修的阿米亚等等的活动，所以有排入去10名内。台北101是因为今年改用日料计算器统计有日本，去年前10名毋但有8名落地。
其中国副纪念馆因为旧年有灯会，历史今年甲旧年同期是差真济。台中逢甲夜市啊，甲一中上宽，毋若拉出去10名以外，人阵嘛减差不多1%至6%。一中商圈平均每个月的这个来客数大概80万人次。那依据以往的经验，在第4季的时候，来客数会成长到50%。串起的这些景点哦，大部分都是属于商圈型的。好，如果是风景区的话，因为它距离城市比较远，所以去可能会住宿。1日游的可能是比例增加，2日游以上其实可能是比例是减少的。学者分析，受环境的景点换位，敢若代表旅游的趋势有改变。今年顶半年总观光的人数也是比去年同期增加。面对商圈无调整，台中市府嘛按算要分第2波的目标券，希望会当带动商圈的经济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这客人会烦恼讲食饱咖啡会困袂去，也毋过伫新竹有一阵70多岁老大人，因3年前去参加社区办的咖啡课程，而且嘛愈学愈有兴趣。甲当这阵时代煮的咖啡一点拢袂输专业的咖啡师，而且因阁伫社区内底开发出家己的咖啡品牌。专心控制滚水温度以及出水量，确实一点拢袂输专业的咖啡老师。今年76岁张敬良来上社区发展协会咖啡课，已经3档外，社区的时代拢甲伊共款，即马已经学会晓泡咖啡的好功夫。再来问员讲，阿伯，你遐老敢袂晓泡咖啡？我讲会啊，我泡一杯互你啉好无？啉到好的咖啡，佮有训练到伊的身体，我感觉这是做咖啡。社区做咖啡最后的一个很好的课程计划。较早较无咧接受，但是即摆来接受了，感觉足好诶，非常有意义啊！因若开发出社区家己的咖啡品牌，时代阁会趁休假去外口参加活动，希望互大家啉到一杯好咖啡。一般的人拢会感觉吼，咖啡就敢若少年啊，若是茶呢，会敢若是老岁仔啦。所以我们想要互老岁仔。甲年轻人会使做伙结合，因为很多的长辈拢是独居一个人伫咧困的，一个人伫咧住的，所以我们希望因为甲少年仔会使更多的融合的在一起。可以跟长辈有点像我的阿公阿嬷的一起去互动。那我觉得来这边上课我很喜欢，是因为他们大家的互动给我的反馈，我是一个很有成就感。那反观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自己的生活上面可以学习到更多东西。同社区拢总有30外个时代，大部分拢超过70岁，全部加起来会数有2000外岁。外人讲因真正是外教老、学教来千岁咖啡团。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咱讲条条道路通罗马，即马伫意大利的阿伯古道，这条是对意大利首都罗马探到南部罗马帝国上界旧、上界重要的军事道路。呀，这条古道当地申请列作世界遗产。伫大日头骹有人行路，有人骑脚踏车。户外运动爱好者拢到意大利亚比古道亲身行这条路，感受罗马帝国的征战过程。The ancient Appian Way is not only a big open-air museum started in the 1800s, but it's also an immense green area, a place where Romans come for leisure time, biking, hiking, and visiting monuments, of course. 亚比古道起伫西元前312年，全长差不多500公里，连接首都罗马到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布林迪斯。伊毋但是道路建设的变革，阁是罗马帝国扩张过程当中重要的军事道路，确保罗马军队伫任何天气之下拢能前进而且顺利到目的地。所以有即句条条大路通罗马的俗话。The ancient Appian Way was the queen of a road. It was a big engineering work, so it deserves, I would say, to be i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亚比古道是2024年提名第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28地点当中上长的一个。即马古道一寡所在，游玩员看到原来的石能甲罗马战车载过留落来痕迹，然后定定因发现罗马遗迹亲像倒去的大理石条或者是无头的雕像，这特色将做游客一直来上大的诱因。
And my father has photographs of it from the 1960s. So it was very interesting for me to come back and see it, the same thing that they saw. Incredible that there are so many parts of the old buildings that are still standing and preserved.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7月2日开始举行第46届会议，要审查新西岸的28个遗产地点。亚非古道纳集选会将做全球第一条被列入遗产名录的古道。公视新闻杨干编译。天气报你知，含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是3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有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外岛27度至33度。咱继续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尊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